对今年开始呢，这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免扣关税，为了要支持国产的牛奶，这青奶产量排全国第一的中华，对3月底也开始伫咧推动啊。陆龙就表示讲，这外国的奶牛较粗饲，台湾的牛奶品质绝对是有竞争力的。这陆龙也正肯定，这台班拢有牛奶通好啉的政策，那对于学生的营养有帮助，也伫咧培养未来消费者。学生囡仔趁下课时间，一人灌一罐牛奶啉落去。你们喜欢喝鲜奶吗？喜欢。今年开始，纽西兰牛奶进口免扣关税，为着支持国产牛奶，全台湾有不少县市推动特班啉牛奶的政策。中法院嘛为3月底开始推动，提供予国中以下大概9万外学生，每礼拜啉一届牛奶。彰化本身也是酪农的大县哦，我们大概是养牛只跟我们的产乳量都是全台湾最多的。那自己产业一定要自己救，特别是生有鲜奶，最主要是要来照顾孩子们的营养。为了解决牛奶保存的问题，中法院政府搁再宣布投入665万，协助215间学校建立冰毒设备。陆龙真肯定特班啉牛奶的政策，但嘛表示进口奶有袂少是提供予手续地、饮料店、机能糕店，那阵工课场使用的牛奶，予进口奶取代，对陆龙的影响真大。精致饲养，所以咱的品质是比国外更加好。虽然国外伊成本低，但是伊寄了消费者啉落其实是袂惯势。但是生理场，咱所谓 B2B 的这个量是占咱全部的头1/3，啊，这电脑可以取代去就减掉1/3咯，所以这个影响是足大的。陆龙表示，国外的牛较粗饲，成本甲台湾比起来天差地。虽讲台湾饲牛成本悬，但是对牛的营养、饲料配方拢顾家真周至。为少牧场嘛有引进电脑设备管理。陆龙嘛讲，甲牛奶的品质做出来，这是劳动业永续经营的唯一条件。嘛希望政府透过政策健全国内的劳动业发展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